仇力級，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早排喺香港 YouTube 上討論得熱烘烘嘅食肉和尚新聞，爆出佛門內嘅黑暗醜聞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單震撼泰國佛教界嘅超級貪污案，同香港嘅食肉和尚新聞真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今次故事嘅主角係一位身披袈裟嘅高僧，雅來清寺嘅前住持秋坤欽。佢涉嫌挪用寺廟3億泰銖，豪賭網上博彩，仲被發現手機入邊有性愛片段，整件事簡直係佛門大片。案件發生喺泰國中部佛教聖地雅來清寺，呢間寺係當地非常有名，每年吸引大量嘅善信捐款。而呢位秋坤欽係寺內地位崇高嘅住持，喺信眾眼中係德高望重嘅代表，但警方喺2024年接獲舉報，指佢涉嫌長期挪用寺廟捐款，金額超過3億泰銖，並懷疑資金最終流入網上賭博平台。警方為咗揾出真相，泰國中央調查局 CIB 策劃咗一場長達8個月嘅臥底行動。警方派出調查員假扮信徒，滲入寺廟做義工、掃地、做功德，暗中監察金錢嘅流向、住持嘅日常。期間，調查員成功取得一系列嘅證據，包括轉賬嘅記錄、內部嘅賬務同埋住持手機數據等等。佢哋發現寺廟嘅賬戶由2021年起，陸續有大額嘅資金被轉去一個私人戶口，再經過一名叫做阿倫雅拿娃嘅女子轉去多個賭博網站。根據警方統計，5年間合共被挪用資金高達3億泰銖。但案情冇咁簡單，警方再發現秋坤欽除咗用自己嘅名義挪用寺廟嘅錢，仲向咗多位僧人借錢，包括鄰近寺廟嘅師兄弟同熟人，借貸金額累計超過2億泰銖，綜合起來總金額高達5億泰銖。警方追查背後嘅資金流向，發現轉賬對象大部分都指向一名女子阿倫雅娃娜。佢係一名賭博平台中介人，據報從中學起已同秋坤欽相識，喺寺廟附屬學校讀書期間已經受其照顧。佢哋嘅關係唔止金錢咁簡單。當警方檢查秋坤欽嘅手機，裏面嘅資料震驚整個警局，入邊有佢同阿倫雅娃娜一齊沖涼調情嘅私密片段。唔少警員都表示冇諗過高僧可以咁樣嘅，仲有對話記錄顯示阿倫雅娃娜多次向佢借錢，一開口就4000萬泰銖，最多一單甚至超過咗5000萬泰銖。警方相信佢哋係透過借錢做掩飾，實際上係用賭錢進行洗黑錢嘅行為。根據計劃，警方原定喺5月16日向法院申請拘捕令，再展開拘捕行動。但秋坤欽似乎收到消息，喺5月15日下午主動去到中央調查局報到，企圖以主動配合換取寬大減低刑罰。警方當然不為所動，兼且喺現場設立佛像，決定即場要求佢還俗。警方讓佢脫下袈裟，改穿白衣，誦讀還俗誓詞。由此，秋坤欽正式成為平民，被稱為缺欽，接受警方正式盤問。同日，警方突擊搜查阿倫雅娃娜位於芭提雅嘅住所，將佢拘捕，指控佢涉嫌協助官員貪污、轉移犯罪所得等罪名。而雅來清寺亦被警方進行多處搜查及搜證，重點包括住持嘅住所、基金會帳目、CCTV 視伏器、電腦硬碟等。但當警方問寺內管理員嘅時候，佢哋竟然回答唔知道監控裝置喺邊，令人懷疑有刪除證據之嫌。警方表示，所有資金流同埋數據都會交由數碼鑑證團隊復原追查。案件爆出後，泰國佛教界極為震驚。雅來清寺係重要嘅佛寺，每年信眾捐獻金額以數千萬計。今次事件唔單止係貪污，更係佛教信仰嘅危機。目前警方正擴大調查涉案嘅網絡，並傳召多位涉事僧人、會計、基金會人員問話。
整件事唔只係一宗刑事案，更係一次對宗教制度嘅反省。點解寺廟資金可以冇監管流入私人戶口？佛教界點樣防止再有下一個抄困任出現呢？我哋會持續追蹤報導，有最新發展會第一時間更新你。如果大家鍾意呢類型嘅深入報導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啷啷，留言話我知你對佛教信仰有咩睇法呢？我哋下集見。